老婆打開道門，見到老公返嚟，老公一入門口，一粒聲都唔出，放低個公事包，就直接走到去窗旁邊，背住個老婆，凝視外面嘅街景。但係老婆只係站喺客廳嘅一角落頭度，好猶豫，好柔和，目光喺佢身上。然之後老婆輕輕講一句說話：你返嚟啦。佢冇反應。然之後老婆就遞一杯水俾佢，慢慢向前，同埋特別寫喺佢手上面、杯上面，遞出呢個動作，好靜，好冷冰冰嘅空氣係間住滿成間屋。佢慢慢接過隻杯，瞬間妻子就同佢講，眼神有光，嘴有少少微笑，但期待又緊張。然之後老公慢慢望向佢，就俾咗一個小回應俾佢。畫面非常之清淡。婚姻裏最珍貴嘅只係被睇見、被傾聽，情緒價值是最深嘅連結。點解會造成今日嘅咁嘅局面？情況又冇嗌交，又冇喊，最主要就係冇溝通，完全係情緒作怪。姊妹們，你哋有冇咁嘅情況出現喺你家入邊？有冇情況見到你個老公好似故事嘅男主人翁咁樣？甚至你好想同佢溝通，但係佢好迴避，你覺得非常之心淡。做咩會搞成咁樣？我又冇做錯，我只係想俾佢睇見我，想聽我講嘢啫嘛。所以咧，婚姻係最重要嘅係情緒價值，係可以維持到個婚姻嘅。姊妹們，你認同嗎？喺評論區講出你屋企嘅情景係咪同一樣，或者仲要差？關注我。